路加福音书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路加福音书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正抽象的、甲歹人的就紧耶稣来听伊。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拗拗念讲，即个人接纳歹人，煞甲因食。耶稣设即个比喻对因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失落一只，兼无请放99只伫山里，去找所失落的，到伫着吗？已经找着，就欢喜，陪伊伫镜头顶。到厝就捉起伊的朋友厝边，甲因讲：着甲我欢喜，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歹人中有一个人反悔，就伫天里也要安尼，为着伊欢喜，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的，搁较欢喜。上帝话读到即个所在，今仔日因必然神学生所要进度的题目是：我转来了，我转来了。咱将好神学生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新来的新学生，我叫林碧林。感谢教会长老会当接纳学校的指派，互阮新学生会当来到教会实习。阮即时伫开始今仔日的信息进前，咱参加来祈祷。曙光话语，甲阮讲话的主上帝，今日阮伫你的圣殿面前，伫你的圣殿内面，咱来恭读你的话语，求你帮赞，求你互我有信心，会当明白你的话语，互听的讲的都拢受着益。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除了因神学生的身份来到教会实习，我也转到过去我所大汉的所在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我拢伫崇光幼儿园的楼顶来上这个儿童主日学。但是每一摆，阮囡仔拢真无认真咧上课，只想要到下骹这个荡秋千、溜滑梯。去耍。我会记得我伫淡水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学的第一首的诗歌，就是拄仔咱咧所唱的《耶稣听我知面》。我转来到遮的时阵去到办公室，我就拄到吴明兰长老，伊就看我，伊讲：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呢。我嘛甲伊讲，我嘛会记你少年的时阵。几若日前，迄落马街路要停起时，我搁特别带来看一下，看我细汉时阵所大汉的所在。到即马转来到淡水教会，对我来讲是一种真特别的感觉，真特别的感受，就是有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，最熟悉的陌生感。我想有人应该有认捌我，毋但认捌我，嘛认捌我的爸爸，也是阿伯，我的阿嬷。拄仔我入来了后，拢无人甲我在相揽，我阿嬷入来了后，就有人甲伊相揽，我就哪会安尼？但是嘛，有人感觉我真气愤，感觉我很陌生，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我。无论咱伫生活中间是啥物时阵拄着咱三认捌。今日我因无共的身份，因一位神学生转到淡水教会，来到淡水教会，我想这个时刻的我甲你会感觉。真很熟悉，但是又很陌生。因为我第一届徛伫咧遮，因安尼
无共的身份，穿一西装，啊，徛伫咧遮，甲大家讲话，我感觉细汉的时阵，我拢徛头前咧唱儿童主日学的献诗安尼。今日的经文也是咱伫教会中间、教会生活中间感觉到真熟悉又陌生的经文，因为这个比喻是咱拢明白、咱拢知影的浪子回头进前的经文。咱先来看到这个经文、这个比喻所讲出来的场合，伊讲到正抽象的甲罪人想要跟我耶稣，想要认捌耶稣，而且听伊讲道。但是这个故事中间总是有一寡个人缘的角色。耶稣甲这个抽象的食饭的时阵，伫法利赛人的眼中，对因来讲是一种真毋对的代志，真毋对的行为啊！因讲，这个人哪会接纳罪人，甲煞甲因食？对法利赛人来讲，这是真毋对的代志，因为耶稣甲毋对的人食饭，耶稣甲毋对的人食饭，食一个饭尔，哪有啥物对也毋对啊？只是咱应该随时拢会当去食饭，外口就这个餐厅会当食饭。嘛，愈来愈侪餐厅有互一个人会当会食熟，连烘肉店，连遮的这个烧烤店、这个烤肉店，拢有这个人的火汤，也有这种个人的这个烤肉炉。原本是让这种3、5好友可以一起聚集去火锅店，然后一起聊天、一起吃饭的，连这种烤肉店也没办法避免这个潮流，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自己吃饭，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家人2个人、3个人就好了。但是伫耶稣迄时的食饭，是爱军队大家做伙食饭。因为只有主人，只有权势的人，才有物件通好食，伊才有生产才会食米的权利，安尼生产才会食米的能力。所以食饭是爱甲大家做伙食。但是耶稣时代用餐的习惯，甲即马较无共。但是宴请的文化，嘛是属伫阮东方的文化，宴请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传统，也还是属于我们东方的传统。我打结婚，所以请人来食饭，我真有感觉。主人应该袂将2个无熟悉的家庭家属放咧做伙。我袂摕袂安排我的家人甲我的太太的家人安尼。打散，然后坐在一起。而且，咱即马咧日常生活咧食饭的时，嘛袂挑过伊去甲无熟悉的人食饭，是嘛？因为食饭不只是咧食饭尔，是生命的分享。若是你有食饭的时，你有捌食饭的时，无甲边仔的人开讲，你有感觉这饭食落，咱感觉无爽快，感觉想要。紧紧来照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不跟左右旁边的人聊天，那种尴尬的那种感觉，我想赶快这个吃完东西赶快跑。耶稣甲罪人食饭，甚至伫法利赛人的面头前，请因来到这大位顶面来食。耶稣甚至在法利赛人的面前，请那些罪人。来到主桌上面吃饭，到底什么是罪人？罪人又阁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袂当甲因食饭？罪人又阁是什么意思？是因做了歹代志，才互因变做罪人吗？还是因本身就足歹，因才会去做遮歹代志？是他们做了坏事情，
让他们变成了坏人，还是他们本来就是罪人，所以他们才会去选择那些不对的事情？耶稣用三个比喻来讲，来解说什么是罪人。第一个讲到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伫下班进前，伊发现有一只羊走无去啊，就将这99只羊啊放伫咧旷野，去找迄只放弃的羊。找着了后，就招厝边头尾来厝内食饭，来分享找到的喜乐。第二个比喻是讲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放弃1块，马上拼扫厝内，拍拼咧找，4个咧找着了后，嘛找厝边头尾来到厝内来分享找到的喜乐。上尾一个就是咱拢知影的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有一个爸爸有2个囝。细汉囝伫爸爸还未死之前就要求老爸来分财产，摕到家己分了后，就离开厝内。最后，伊开打所有的财产，才由头到面会转来厝诶。咱听这3个故事的时阵，有感觉这个故事就每一个3个故事拢很相似，因为因拢有一个故事的情节。就是放弃，搁找转来，不见了又找回来，失去了再寻回。但是这个故事中间，佫有一个佫较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欢喜快乐，也是因为这个耶稣才要讲这个比喻。这个讲羊的这个富人甲这位老爸，伫找着了后。拢欢喜。我拄仔讲，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来邀请这个罪人来甲因做伙食饭，毋是感觉着真生气、真袂爽的。但是耶稣煞伫咧故事中间一直讲欢喜啊！耶稣不断咧刺激因的真事，讲为什么恁袂欢喜啊？为什么你们不快乐呢？怎么不快乐呢？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伫听故事的咱，感觉到耶稣讲这个比喻实在是真奇妙、真无合理啊！听比喻的咱，其实关心的毋是悔改，重点是欢喜，也是法利赛人所关心的问题。欢喜伫经文中间，伫15章的经文中间出现了八戒。要想这法利赛人听到这八戒的欢喜，伊心内有啥物感受？咱嘛听到这欢喜，感觉着真无合理。敢讲爱为着一丛树放弃规大片的树林吗？难道为了一棵小树苗来放弃一整片森林吗？敢讲咱对着错误犯错的人，咱无应该是办宴社来请伊大，应该是爱办啥物课程，还是甲伊关起来，甲伊讲你进前做了啥物款的歹代志，来确保他未来不会再犯。但是耶稣煞甲恁讲。我着宴请因大，而且我欢喜宴请因。咱将这3个比喻拆开来看的时阵，这八戒欢喜的力道、的感受，就变做真少。对100%、1/10到1/2，对这个狮羊的比喻、狮前的比喻。再到狮子的比喻，耶稣将比喻将咱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观，甲咱所想的真无共。
听比如的咱对咱来讲，罪人是啥物呢？敢是因为咱对罪人的感受，对罪人的认捌，所影响着咱来听耶稣的比喻，来听耶稣的教示。伫这个世界，罪人对咱来讲是有犯错的人。罪人在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是，他犯错了，伊有一个犯错的事实，伊有一个犯错的事实。罪人对世界来讲是伊有犯错，但是今仔日我要大家去讲的，是用福音的角度来解说。若是福音甲咱讲的是耶稣基督是福音，那安尼，罪人是啥物意思？罪人是啥物意思？咱来看罪第一届进入到这个世界时发生啥物代志？创世纪讲，这亚当食了这善恶果时，上帝甲伊讲，上帝来呼唤迄个人讲：你伫倒落？你伫倒落？上帝面对一个犯错的人，面对罪，伊第一句话毋是讲你做了啥物歹代志，你甲我讲，来，你甲我讲，你徛伫遐，你甲我讲。上帝面对即个犯错的人，伊甲伊讲：你伫倒落？我感觉真奇怪。上帝伊就伫遐徛遐，哪会你毋知啊？耶稣面对着犯错的方式，甲上帝相共。耶稣关心的毋是你做了啥物歹代志，毋是你做了啥物歹代志，是你到底是啥？耶稣面对错误的方式，不是问你说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问你在哪里，你是谁？你知道你是谁，让你做了这件事情吗？对罪，安尼来讲，犯错罪，毋是做了歹代志的事实，是讲到信仰顶面一个状况，就是分离的状况。罪说的不是一个犯错的事实，罪是在说明信仰上的一个状态，分离的状态，不认识的状态。罪对上帝来讲就是分离，对全体来讲就是成做迄个不熟悉的外人，成为那个不熟悉、不认识的外人。为什么安尼来讲？对犹太人来讲，无遵守律法的人，就毋是上帝的百姓。犹太人安尼来想，毋是爱用我做了啥物对的代志，我甲上帝来讲，你看我做了啥物拢对，然后甲伊讲，你会当来甲我听，我有值得来互你来听。不是他做了什么对的事情，然后跟上帝说：“你看，你爱我，很值得吧？我都做对哦。”是上帝知影，因知影上帝意爱，照着伊的话语来行的人。咱敢想象上帝伫天顶，为下骹来看的时阵，看要安怎来分别，谁才是伊所听的囝儿。但是伊伫一个国家内面，就好亲像咱的台湾，伊看到有一群人今日坐伫咧食，做伙来分享伊的话语，唱诗来学乐伊，伊自然就会知影，即群人伫教会内面的即群人是伊的囝儿。但是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安尼，就想要将这个毋是即个群体因无熟悉的人来赶出去，甚至至少毋是甲因做伙食饭，因为安尼会影响着上帝对天顶看落来的时阵，看到安那才会内面有一个我无熟悉的，原来即阵可能毋是。
安尼影响着上帝来明白伊的行李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却一直甲犯错、甲罪人做伙，甚至搁伫经文中间表达天国、上帝的天使，嘛会因为一个罪人转来，煞感觉到欢喜快乐。在天上，上帝的子民、上帝的使者，也会因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感到快乐。那安尼，你若是法利赛人，你听到这个无公平的福音，你有啥物感受？我每一个礼拜坐伫咧食好好啊。为虾米迄落伫四境前讲耶稣我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，是基督，然后伫天顶天国伊住伊住边啊。到天国的时候，他却住在我旁边。我这一生都那么努力的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个聚会做礼拜、唱诗歌。如果你是法利赛人，你听到这个比喻，你听到这些故事，你可以开心起来，你会开心心吗？这场的比喻一再咧强调的是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这个比喻伫这个比喻的重点伫这时国人主义的时代，互减少足济啊。咱看到这个比喻的场景，这个比喻讲到，这欢欢喜喜是这个人，这个牧养的这个妇人人，甲这个老爸是招厝边头尾做伙来欢欢喜喜。做伙来分享找到的喜乐啊，毋是关伫咧厝内底自嗨，家己甲家己快乐。那安尼看起来，这个比喻的意思，这个意义重点，就毋是向悔改啊，是向转来啊。如果照这样来看，比喻是群体的快乐。比喻的重点是群体的快乐，那就不会是谁悔改了，而是谁回来了。他回来到哪里？耶稣知影犹太人的心思，那是伫天国、天顶的天使，也因为这个罪人转来，感觉到快乐。那安尼，伫地上的上帝百姓，恁哪会无共呢？那么在地上的百姓，你们怎么会不一样呢？一路讲落来，你感觉咱是故事内底的谁呢？咱敢是法利赛人，感觉到这个欢喜快乐真无事实。今日我是一位传道人、传道者，是一位神学生。今日我以无共的身份来看这段经文，徛伫咧遮，甲大家来分享的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是迄只走胖去的羊仔。原来我才是迄只走胖去的羊仔。当罪人的意思，毋是做了歹代志、做了毋对的代志的人，是对全体来讲无熟悉的人。当阮离开一个群体了后，去到另外一个群体，重点就毋是即个群体好还是毋好，伊做了啥物对的代志还是毋对的代志，重点是伊转来啊，伊转到群体内面啊。当我离开了我的母会，因为我要进入到神学院来读册，我离开了我的母会，进入到另外一个群体时，我第一摆转到淡海教会来讲道，我才发现，自我离开的这个时间内面，有真侪新的兄弟姊妹进入到教会内底。当我转去的时，我才是迄个外口的人，因才是这间教会的主人。但是我伫淡海教会聚会嘛，17年、18年啊，迄个感觉真特别，是他们才是这间教会的主人，我是那个外来的人。
因为那个讲到那个周报上面写外来讲员，我是那个外来的人，我才是那个被邀请、被款待的外面的人。而且耶稣亲自甲我呼召，互我真做传道人。今日我才有机会，互教会互学校来指派来到淡水教会来讲道。我转到我细汉时大汉的所在，但是对这今仔日的身份对这来讲，嘛是我开始已经慢慢不认识的地方了。我才是那个从外面走进来的那个人。后个月，我甲我的太太嘛准备到一间教会来牧会，因也真欢迎阮过去来准备讨论下面的服侍。因甲我迎接欢迎，就好亲像是我是迄只放弃的羊仔，搁一摆转到原体内面。安尼看起来，牧师。传道者其实毋是迄只讲毋是迄个讲羊的人呢，毋是牧羊人呢，伊只不过是迄只走放弃的羊仔，是耶稣亲自呼召、亲自伫个规片山头山岭遐个喊：保伦啊，你倒位啦？保伦啊，转来哦！是伊亲自呼召我。来到教会内底，来到团体内底，安尼来看，牧师传道者不只是迄个放弃的一箍尔，只是伫厝内面流浪的大汉囝，是伫厝内面流浪的大汉囝。当牧者来到教会时，所举办的就任礼拜就任的典礼。这个典礼中间的欢喜，就毋是大步者大啊，是羊仔大啊。当传道人、当牧者来到教会所举办的就任典礼当中，我们一起欢庆，当中我们一起恭喜庆祝，就不是牧者回来了，牧羊人回来了，而是那只不见的小羊回到属于他的群体。那安尼来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所呼召，耶稣亲自去找迄只放弃的羊仔。安尼你会讲，遐9只羊仔是倒位来的？若是迄只每一个人拢是迄一只放弃的羊仔，那安尼遐99只羊仔，99只羊是倒位？伫倒位？咱就毋通袂记的，这99只羊仔伫倒位？伫旷野内底，你若是将这羊仔放伫个旷野内底，咱即马可能无饲羊仔，你甲99只的99毋是只99个囡仔，99个囡仔放伫个路边，看因会走去无？若是你一摆就去带一只大的，另外一只就走去。如果我们忘记了这99只羊在旷野当中，如果耶稣亲自的把那一只小羊找回来，结果另外一只又跑掉了，那这个故事就不会结束了，就一直跑，一直追，一直跑，一直追。这99只羊仔当羊群无牧养的，讲羊仔的人，甲因同在的时阵，这99只羊仔是彼此来照顾，彼此来确认谁有走去无。这99只羊。是在没有牧者的时候，没有牧羊人的时候，彼此确认谁跑掉了，以致那个回到群，以致到那只跑掉的羊，它有家可以回，它有群体可以回。传道者毋是讲羊的人，伊只不过是迄只走放弃的羊，搁一摆转到属伫伊的族群内底。耶稣才是迄位鼓伊的顾羊的人，是迄位行惠的妇人人，是迄位慈悲的老爸。咱三家搁一摆来祈祷。
爸上帝，阮一正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感谢。你差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成做咱的大牧者，亲自将阮每一个人带转来到属伫阮的群体内面。但是阮常常伫群体内面流浪迷失，好亲像迄只放弃的羊仔。主阮常常袂记咧，你才是迄位保守阮、看顾阮，将阮带去会当休困的溪边，教示阮、帮助阮、安慰阮。阮伫即时献上阮的感谢，求你会当帮助阮继续伫你的教会内底，你的教会的群体内底，你听的群体内底，成做你的子民，继续来反映每一只迷失的羊，转到你的听内面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